再来关心年代旅游伫过年期间，甲旅客放婚照放伫越南，即马已经互品保协会甲除名。关公司要甲年代旅游讨135万的保证金，也毋过年代旅游线立袂出来，所以即马已经正式互人撤照。负责人伫5档以来是袂使经营旅行社的。品保协会嘛表示讲，即款行为就是故意要来诈欺，未来会改规定来避免即款业者佮继续加入品保协会。年代旅游去观光署停业了后，无伫期限内纳135万的保证金。观光署初5正式发文撤销年代旅游的执照。负责人林大军伫5年内袂当阁申請經營旅行業務，依法林大軍嘛會當提訴關，不過到目前為止，伊也無回應。那他如果已讀不回，我們這邊也不是很，但其實基本上我們的確定是他有接到這樣的一個訊息。經過我們廢止執照的話，他林大軍本人，還有包括他這家公司的經理人，在5年內都不得再經營旅行業務。觀光署進前已經因為年代旅遊甲旅客放婚照，幾個屆裁罰，累積146萬，催繳若無起立，就會移送強制執行。也若受害旅客方面，品保協會目前收到800外旅客的申訴，會持續受理到3月18。上新的估算，賠償的總金額可能會逾2000萬。除了年代旅遊防除名進前投保的上千萬旅遊保證保險會啟動，已經旅卡無出團的旅客嘛會當向銀行申請爭議的款項，另外無夠的金額由品保協會負擔。品保協會其實經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這種理賠，基金還是有限。類似這樣有具體的，就是讓他一輩子要離開旅行業。年代旅遊甲旅客放婚照的案件了後，旅遊界就逼出林大軍用過捌已故的名，經營旅行社買手倒去，佮改名甲人合資開另外一間旅行社。即馬伊負責的年代旅遊去互撤照，品保協會按算收內歸，避免不良的業者補補的所愛因來收買。學者分析，旅行社因為多元化的經營甲市場的佈局，一般來講，攏有幾啊張執照。觀光署應該愛甲業者做相關的審查。特許制的情況之下，更應該對旅行業的這個管理要重新去做一個檢視。所以，其實最佳的方法還是在要回歸到這個市場機制。學者嘛建議，英國咱國家旅行業規範做特許行業，是因為經過改革的時代。英國需要掌握咱國民眾出入境的行蹤，即馬時代背景已經無共款，自由行嘛真發達，政府會當考慮改讀特許行業的制度，讓旅遊業回歸市場的機制，自由競爭，態度不良的業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